好，各位中一嘅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Lau 啦。咁今日咧去到第二節啦，封建制度與春秋戰國局面形成嘅關係，輸入 page 20版啊。咁咧，由於書嗰個時序咧冇咁清楚嘅，咁所以咧同學可以望一望咧 Word 檔嘅文件先啦。點樣去劃分西周同埋東周兩個主要嘅時期咧？西周時期咧就維持咗351年嘅，咁咧由邊件事咧去劃分咧，就由平王東遷個首都。西周嘅首都喺鎬京嘅渭河流域一帶啦，咁去到東周咧就周平王就搬咗首都，就搬咗去洛邑。咁咧東周就維持咗514年嘅，東周下面咧再分咗春秋同埋戰國兩個階段。咁呢個階段咧，由西周去到戰國時期咧，係見證住周天子咧個地位啦不斷咁衰落啦，諸侯咧尊重周天子啦，周天子已經係名存實亡噶啦。咁究竟點解會咁樣咧？咁我哋睇下個原因啦。係咁，其實主要有3個原因嘅。咁就係封建制度咧本身有缺陷嘅。由天子啦分封啲土地同埋軍隊咧俾諸侯，咁諸侯即係有自己封國入面嘅行政嘅權力啦、財政嘅權力同埋軍事嘅權力，咁樣逐漸就會形成咗龐大嘅力量，可以威脅到中央嘅。咁同埋啦，我哋知道封建制度好依靠血緣關係、宗法制度去維繫噶嘛。咁當個時間咧運行得越耐咧，個血緣關係就會越嚟越疏啦。咁啊，諸侯咧就開始咧唔聽天子嘅號令啦。咁當天子咧發動號令，需要咧諸侯幫手去勤王啦，或者去朝覲啊、納貢嘅時候咧，佢都唔聽噶啦，反而咧希望擴大自己封國嘅力量，就四出去兼併人哋嘅土地啦。咁所以對於周天子嘅忠誠嘅程度咧就越嚟越低啊。咁反而咧就將自身嘅利益咧就擺喺個皇室之上嘅。咁再加上啦，禮樂制度啦，難以再維繫落去啦。咁啊，諸侯咧已經唔再按照原有嘅規制咧去制禮作樂啦，反而咧去僭禮喎，用人哋周天子嗰啲9鼎8日啊咁樣，即係完全係即係唔合乎自己個名分噶嘛。咁所以個封建制度咧開始瓦解啦，唔能夠維持住嗰個周室嘅權威啦。咁跟住咧，第二件事就係平王東遷洛邑。點解無端端平王要將首都去搬遷去東面咧？咁就係咧，可以望一望呢度先。喺前778年嘅時候啦，周幽王即係烽火戲諸侯嗰位天子啦，咁咧佢就廢咗正室申侯同埋太子宜臼，因為佢寵愛褒姒啊嘛，佢就想立咧褒姒咧為太后喎。咁並且咧將佢同埋褒姒所生嘅仔伯服咧就改立為太子。咁呢件事情咧固然會引起咧宜臼咧同埋申侯嘅不滿啦。咁所以咧當時咧申侯咧就咧聯合西方嘅一個部族叫做犬戎，咁就去攻打當時嘅首都鎬京。咁呢件事件上面咧，咁就令到咧首都咧就即係打得好殘破啦，鎬京已經係即係打到爛晒啦，咁所以就被逼咧要將個首都咧由鎬京搬遷咗去洛邑。咁啊，平王東遷之後咧，嗰個王畿咧即係個土地又少咗好多啦，只係局限於洛邑一帶啦，個軍力亦都變得薄弱啦。咁何以見得咧？就係書入邊咧有講噶嘛，你原先西周嘅時候咧，王畿有1000里地嘅，咁軍力就有6軍，咁但係去到洛邑之後咧，已經咧得翻600里地，軍力咧就唔足6軍啦，即係削弱咗好多喎。咁所以咧，天子咧就好難咧再去咧有一個壓倒性嘅力量咧，喺軍事同埋領土上面咧去鎮壓，去超越諸侯。咁所以咧，東遷之後個權威已經難以維繫啦，動搖咗佢天下共主嘅地位。咁同埋咧，平王東遷嘅事件上面咧，平王有弑父嘅嫌疑啦，破壞咗咧宗法制度嘅核心價值。咁所以咧，天子嘅個權威啊，即係已經係唔受到咧諸侯嘅尊重啦。咁同埋犬戎咧。
入侵嘅時候咧，亦都即係先後咁樣去侵擾唔同嘅一啲國家啦。例如咧，北狄就即係侵擾鄭國啊、齊國咁樣。咁呢啲事件亦都令到咧嗰個元氣大傷啊，政治上面。咁所以最後咧，周幽王咧就喺犬戎同埋申侯入侵之下咧，就即係走向敗亡啦。咁就結束咗西周時期，咁就開啟咗東周嘅階段啦。咁啊，東周階段咧就即係諸侯勢力不斷咁擴大啦，咁亦都發動唔同嘅兼併嘅戰爭，咁啊階級嘅秩序已經係難以去維繫啦，好多散事嘅事件發生。咁我哋咧可以再咧望一望咧21版啦，春秋霸政。春秋時期咧，亦都係即係兼併戰爭咧，頻密咁發生嘅。一啲嘅外族咧就入侵中原嘅區域啦，周天子咧就好難去制止佢哋啊。當時嘅啲諸侯咧比較強大嘅一啲諸侯國咧，就打住一個嘅旗號，叫做專周室，讓夷狄，禁散事，益兼併。嗰個表面上面咧，佢哋依然係會尊重周天子嘅，即係希望維持住周室個封建秩序。咁但係實際上面咧，佢哋已經咧係越咗自己嗰個名分噶啦。因為咧，佢哋會以諸侯國君嘅身份啦，去咧會盟其他嘅一啲細嘅諸侯國啦。咁啊即係希望能夠大家喺周天子需要嘅時候出兵啦，咁樣。咁就希望能夠咧禁止散事嘅局面啦，去抑制土地嘅兼併。一啲強大嘅諸侯啦，就譬如推舉成為霸主啦，去主持政局喎。但係主持政局嘅應該係周天子噶嘛，西周時期。咁但係而家去到春秋有咁樣嘅變化。咁當時有5個比較強大啲嘅霸主，佢哋叫做咩名咧？就係齊桓公、宋襄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同埋楚莊王。亦有啲學者亦都會將吳王夫差同埋越王勾踐咧歸類其中嘅。咁啊，越王勾踐好出名嘅就係臥薪嘗膽啊！當時為咗復國嘅時候咧，甚至係瞓咗喺啲即係木柴上面啊，去品嚐嗰啲即係用條脷去舐啲膽汁噶。咁可以見到佢好有決心，好有毅力啊！咁唔知同學喺日常生活之中都可唔可以實踐到呢種精神咧？好啦，地圖啦，咁就可以望一望咧，當時咧。東周啦，春秋時期上面咧，北方係面對咗一啲外族威脅嘅，例如有犬戎啦、北狄啦、山戎啦一啲，咁佢隨時可以入侵中原嘅地區喎。咁最左面嘅係秦穆公，咁北狄下面嘅係晉文公，咁鄰近咧渤海同埋黃海就係齊桓公啦，咁商丘就係宋襄公，吳王夫差、越王勾踐就係喺南方即係比較近南方啦，長江一帶啦。咁跟住長江嘅上游就有呢個嘅楚莊王。22版，咁去到戰國時期，啲諸侯又點樣呢？周天子可唔可以維持到自己嘅地位呢？好明顯就唔得噶。個局勢再發展落去呢，就即係周天子呢。嗰個權威咧係大受打擊啊，名存實亡啊，只有個名嘅啫，實際上面咧完全係不受尊重嘅。咁例如有件事件叫做三家分晉，就係講緊咧晉國嘅土地咧，俾韓國、魏國同埋趙國、韓趙魏3個國家嘅卿大夫就去瓜分喎。俾韓趙魏嘅卿大夫去瓜分喎，咁但係呢件事件上面咧已經係得到咗周天子嘅默認喎，咁反映咗周天子自己啊嗰個權威受到挑戰嘅時候，佢都唔自己去維護喎，咁即係自己亦都即係唔尊重個禮法啦，係咪？咁點期望下面嘅臣民會遵守咧？咁呢件事，周天子正式冊封咗3家做諸侯喎，卿大夫可以成為諸侯，違反咗嗰個禮制嘅封建制度嘅階級嘅喎。
好，跟住第二個點啦。頭先所講三家分晉嘅事件咧，就劃分咗戰國嘅開端啦。咁啊，諸侯咧已經唔再講專州室噶啦，已經係紛紛希望自己擴張自己嘅勢力啦。咁就希望尋求一啲變法之道啊，令到個國家可以富強啲，成為咧一個統領天下嘅共主啦。咁就搞好多變化，所以呢個時期咧，唔同嘅一啲諸侯國君咧都希望招攬人才啊，佢哋求才若學啊。希望能夠透過可能農田嘅改革啦，或者係經濟嘅改革啦，甚至係確立一啲中央嘅集權嘅措施啦、郡縣制等等咧，去提升咧自己國家嘅勢力啦，或者係用法家嘅思想治國，咁啊希望能夠去擊敗其他嘅諸侯國。咁啊出現咗戰國七雄啦，有七個比較強大啲嘅諸侯國，咁啊就係韓趙魏楚燕齊秦呢七個嘅。咁啊戰國時期啦，只有20幾個嘅諸侯國啦，即係已經係比春秋嘅時間咧少咗好多啦。咁韓趙魏楚燕齊秦咧就合稱為咧戰國七雄啊。咁呢七個國家咧就即係互相混戰啦，打嚟打去啦。咁去到公元前221年咧，先由秦國咧去消滅晒六國，統一天下啦。望一望幅圖片就知道啦。地圖上面顯示咧，佔據嘅土地最多係邊兩個嘅諸侯國啊？顯而易見嘅，應該係楚國咧，佔嘅面積比較大啦。咁其次係秦國啦。咁啊，中間咧就係洛邑嘅首都，洛邑首都鄰近就有魏國啦、韓國啦。咁啊，再去到北面少少就係燕國、齊國啦。魯國就係當時一啲小國啦，魏國亦都係啲小國啦。咁啊，仲有宋國嘅。23版之前做咗呢個 exercise 噶啦，咁就係講緊咧春秋時期咧都有啲嘅禮制噶嘛，咁究竟啲人可唔可以完全咁跟足西周嘅規制去做咧，定係佢哋已經僭越咗？根據西周嘅規制啊，天子應該只有天子先可以使用白日嘅，即係佢哋可以喺啲重大嘅場合啦，去觀賞白日舞。咁當時嗰啲啲人啊就會即係排成打橫8個人啦，打直8個人咁樣咧去演奏舞蹈，去供天子去欣賞嘅。咁啊諸侯就只可以演奏6日舞啦，卿大夫就4日舞啦，士就2日舞啦咁樣。咁但係春秋時期魯國咧，嗰人叫做季康子啊。咁啊季康子咧喺屋企個庭院嗰度咧演奏白日舞喎。咁啊當時魯國國君即係都即係即係都冇制止啊咁樣。卿大夫竟然去僭越個禮制，去演奏天子所屬嘅禮制咧，係唔合乎嗰個階級嘅規矩噶喎。咁所以佢咁樣係僭禮嘅行為啦，或者係我哋所講嘅失禮啦。咁咪同學仔可以自己喺下邊做翻個 exercise 啦。究竟上面呢個係咩制度咧？係宗法啊、禮樂定係井田咧？咁同埋佢究竟係咪合乎個規制咧？嗱，貴士身份係咩啊？係卿大夫，呢度有寫嘅喎。咁啊，反映咗春秋時期個社會政治係咪已經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啊？定係點樣咧？咁我哋咧已經係即係睇咗春秋戰國嘅情況啦。咁下一節咧，同學咧就需要咧去準備定預習啊。春秋戰國時期嗰個政局啊，戰爭嘅情況，究竟戰爭嘅模式點樣變化咧？同埋啲戰略係點樣咧？咁可以睇下26版至28、29版啦。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啊。